长照的悲剧常常发生。早起卫生福利部甲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就提出长照平安5个原则，呼吁民众就知影，佮爱知影利用1966长照专线、长照2.0这款政府提供的资源，来减轻照顾的压力。 已经要70岁顾先生，因为牵手得到失智症，已经照顾太太6年的时间。不过最近伊所发现家己有小可失智的状况，为了减轻后生照顾的压力，主动向我求援。我也是个案，对啊，我又是照顾者，所以常常跟那个督导啊，或者是个管师吵得要命，而且你到底你是要顾人，还是要互顾的？ 因应台湾高龄化、少子化的社会，家庭照顾者的压力愈来愈大。卫福部甲家庭照顾者关怀总会办记者会，提出长照平安的守则，包括适时找人斗3工，还是找着人来照顾替换，还是卡关怀专线，或者是逐工留时间，互家己心情消透，定安心的交接计划，拢有当帮助家庭照顾者改变心情。只是进前传出部分的长照据点，烦恼业务费无法度负担。 选择无要开冷气，引起家属烦恼的着刷。希望这些服务提供者也都能够帮忙把关的部分，有一个合宜的温度。所以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共同来遵守的。依据不同开设的时段，那给予有一些相关的业务费的补助，大概就是2到6万。 这样的一个样态1个月哈，那所以这些钱事实上是可以来支付相关的电费啦。卫福部回应拢有提供补助给长照机构，若是长照机构嘛会当选择较省电的家电，减少电钱的支出，互长辈拢会当伫个适合的温度内底得到上好的照顾。记者综合报道。